伫12月25号即天的下晡，来到市湾创专的服务处所打造的人文艺术空间，参与由市湾创专所举办的人文音乐公益讲座。当日嘛邀请到台湾古琴协会会长黄宏文博士来到现场替大家演讲，古琴对古早到现今所代表的意义。在旺泉这边有主办一个活动，我们的艺术空间特别邀请的到我们台湾非常有名我们古琴台湾古琴学会的我们的会长黄宏文教授。那他黄博士他本身可以说在古琴的造诣是非常的独特，也非常多的独奏会，那得到很多的一个肯定那今天特别把他邀请到我们台南来，那我们台南古都有很多的朋友对着包括我们的茶脸或是茶道，我们很多对古琴都有很多的向往所以呢，很多朋友拜托我说一定要把老师找来那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们的黄宏文老师特别来到我们的台南那带来今天的一个古琴的一个不是只有响宴而已，是一个这个互动式的一个讲座。活动中，黄博士伫咧演奏的进前来向大家说明古琴对以早到今仔日所扮演的角色，嘛互大家更了解古琴伫咧中国的乐器中独特的所在。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这个旺泉议员的这个邀请议员非常的有心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文化空间，然后找到这么多的知音好友古琴呢是等于是传统乐器里面年代最久远，然后最源远流长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在古代呢，一直就是文人呢修身养性的一个道器那经过各朝各代的文人呢，不断的赋予它这个文化的意义、文化的内涵致使说这个古琴呢，在传统文化的地位里面非常的高经过说明了，黄博士嘛伫现场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古琴演奏，和大家共度圣诞时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